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7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诈骗集团要求民众去银行设定约定转销，一届就当骗到几百万。金管会表示，11月底会提出防治的办法。针对国造参水站涉密案，外国媒体指出讲，南韩是为了避免中国的经济制裁，才会来起诉包台湾工程的厂商。美国总统拜登准备要第18去以色列访问，后面嘛设定到空中的管道，要空运救援的物资到加沙地区。新闻开始来看，诈骗集团要求民众去银行设定约定转销哦，导民众哄骗，一届就哄骗几百万。金管会表示讲，按算伫11月底会来提出3个办法来防治。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靠银行的警觉甲协助，已经成功收掉48亿咯。金管会要再提出约定转销来预防诈骗哦，会当再来减少民众财产的损失。诈骗手法真侪种，因为目前约定转销hạn价会当达到100万以上，颠倒予诈骗集团有机会快速洗走大笔金额。金管会初步建议3大方向防堵，上近11月底确定。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临柜组织已经有真好的效果，约定转销也要强化。我们在临柜主诈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有48亿的这个经费被阻拦住。那这一次金管会要推出来的这个预约转账的部分，也是一个主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银行局会要求银行业者新设约定转销服务的时，需要对客户做 KYC 等评估，像无用过也是真少用网银的人，甲高龄者需要评估敢是符合使用习惯。第二，观察新设约转户的销户数敢是异常，像一摆设真侪的约转销户，需要了解客户用途。第三，建议约转销户的联防机制。有立委提起一夜式的广告诈骗，犹原是真侪。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接到报案，网络平台会伫24点钟来贴落来。民众报案的这个平台有一个大数据，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个资料，也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案件的一个状况，我们会有一个警示的清单，会给我们的包括财政部、海关等等。另外，超商付费领包裹诈骗，林佑昌表示，四大超商拢有相关的退货退款机制，强调打诈需要政府甲民间业者同齐来拍拼，才会当杜绝诈骗挖进你甲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造的参水南北出有涉密案，协助台湾的南韩工作人员，嘛互南韩政府抓起来。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指出讲，南韩是为着避免互中国经济制裁，去年伊嘛至少有起诉3间南韩的国防厂商，其中嘛包括协助台湾做参水南的承包商哦。咱国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嘛表示讲，这项代志已经进入司法侦办咯。投资者国造舰南海群号当咧赶工打造，因过协助的南韩国防承包商，索互南韩政府查办，设备风波炭烧。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指出，南韩避免萨德防御飞弹系统的事件个发生，互中国经济制裁。去年以违反无协法为由，起诉至少3间南韩国防承包商。国防部长邱国正17表示，会当讲干部知影这件代志。已经进入了检调单位调查化，我们不会去再多语智慧，因为讲了任何一句话被引用了以后啊，会穿凿附会的，就是造成更大一个波浪，就没有意义的。邱国正直接讲，烦恼后手的建筑，要过投资者完成人一定要通过测评，未当无尽。针对南韩起诉国防承包商，敢是甲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去年1月将资料交予南韩有关系。邱国正表示，拥有的无适当。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南韩封掉2间鱼雷管厂商，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涉密无可取，影响咱国处理技术。外交部长吴钊燮讲，有损国家信用。希望来协助我们的这些必要的国防的设施的时候，那如果接下来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忙的话，损失的就是我们国家，损失的就是我们的国防。现在在传说，我们外交部有协助传递什么样的这些资讯，明确的表示我们没有，绝对没有。
国军提升无人机战略，明年采购5款军用双轨无人机。不过，立法院预算中心报告也出，毋但3款无通过验收，也有1套无人机反制系统的整体规划书，无伫5月底核定，有还编制相关的预算。没有这样子啊！我这特别要跟各位讲一下啊，我们编制是按照规定的，但我们承认到这个时间有他这个部门在审议当中。他这个最后确定时间可能压在5月以后，可我特别确定的。国军进行兵役改革，传出明年开始的1年义务役会加做主战部队，区国正严正不脱，主管要担任主战兵力，义务役负责守备部队。若要担任主战兵力，役员毋但是爱主管，也爱符合全长通过评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早起开记者会，指控卫生福利部去年向2间业者买530万的韩国的快泰试剂哦。事实检验是发现讲，韩国的这款试剂侦测病毒的效果是无好，国库恐惊得爱了4亿7千万。疾管署是表示讲，这个采购有争议，不准公共工程委员会等的调解，会要求退货，嘛要求厂商退钱。就是这款韩国进口的新冠家用快泰试剂金巴迪，去年影响新冠欧姆克疫情举起来，卫福部紧急采购大约530万剂，验过食药署检测所发现，根本无法度有效侦测病毒，属于不良医疗器材。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在市调开记者会也出真相，当卫福部要求厂商退款的时，竟然疑似因为惊乌心快泰流入市面见光，拍算同意业者要求退换货。甲交付尾款，批评卫福部真正是无能不失职。厂商不但不愿意退款，而且还要求请尾款要还给我。我不晓得天底下有没有这样子的割地赔款、上权入国的一个做法。王宏维指出，这款数去年向家属生意买大约502.5万剂的韩国金巴迪快泰试剂。新厂是买30万剂，2间业者采购金额拢总是4.7亿，也已经先支付家属生意约9成的汇款。虽然卫福部已经发文要求业者执行落价回收作业，也不过回收技术无完全，部分乌心快泰剂恐也已经流入市面。这些争议呢，我们有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来申请履约争议的一个调解。那目前呢，已经在做一个调解的一个程序。对此，疾管署强调，目前这款的家用快泰试剂使用100万剂，已经回收369万剂，地方政府也伫咧回收中。另外，新昌公司契约金额2850万，还未付款。另外，已经支付家属生意公司大约9成的款项，会顺法律方式，请这间公司退还款项。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主基金会举办2023年印太地区对抗资讯操弄的工作坊哦。董事长尤锡坤是指出讲，台湾徛伫对抗威权国家的上头前，明年1月特别选举咯，假信息是真侪，就要特别设立。AIT 的处长孙晓雅伫致辞的时阵嘛强调讲，全世界拢应该爱徛做伙来对抗假信息威胁，捍卫民主。大家斗阵翕相，台湾民主基金会举办2023印太地区对抗资讯操弄工作坊。董事长尤锡坤指出，台湾伫对抗威权国家的上前线，伫要大选来进前，一直受假信息的干扰。威权体制国家却利用我国自由开放特点，渗透破坏我们的生活。境外势力在台湾内部密集散播不实信息，破坏社会秩序。知识干扰政局，企图影响我国民主选举的结果。尤锡坤表示，希望来台湾参加各国专家学者和 NGO 代表，研究共同打击不实资讯的策略。AIT 处长孙晓雅也致辞强调，美国和台湾徛做伙，斗阵对抗资讯战的威胁，捍卫民主。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many others are on the front lines.As we grapple with the spread of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particularly as foreign actors seek to use social media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manipulate public discourse,
divide the public, sow discord, interfere in our elections, and undermine confidence in ou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e PRC's increasingly frequent employment of so-called information laundering to obscure the attribution of the propaganda it is pushing out, where the party state uses foreign media or actors to deliver its message.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学者苏尔曼受邀发表主题演讲，伊认为中共为成立开始就正熟悉如何进行资讯操弄，全世界都应该继续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的树林啊，伫昨半暝11点外，有一个64岁姓张的查甫人哦，伊伫公园的困说风台镜头啊，佮断去。伊讲伊无看清楚凶手生着什么款，警方看监视器，嘛已经锁定嫌犯，当去抓人。接到通报，警方赶到现场，代志发生的公园调查攻击事件。我徛无注意看，啊，我人徛来做事，人喺倒我看，甲惊着。对啊，恐怖。两庭为防守线枕头面罩皮伫涂骹，沿路一直行，无占道拢是货车。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树林，64岁姓张查甫人，16暗时11点外，困伫省民公园，向向互人摕刀啊扑伤。拢熟悉较久吼，唔知讲伊外口有安怎，姓张查甫人身躯真侪所在受伤，不知中载伤甲真严重，实载佫断去，佫无快。好佳在警方伫公园内底找到，紧急送医填起来，暂时无生命危险。伊向警方表示，因为咧困，对方什么款无看清楚，唔知为虾米被攻击。为一名张姓街友遭人石锐器攻击，经送医治疗后无生命危险。本案是否为街友醉酒引发之斗殴，亦或其他原因？本分局积极缉凶厘清中。经过警方调查，姓张查甫人长期伫公园内底生活，目前调监视器已经锁定嫌犯，来调查犯案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石门水库有部分地区有开放水上运动的申请，也毋过最近有游艇业者发现讲，有民众的过 SUP 并无穿救生衣，嘛无伫规定的航道顶头，业者坦承有疏失。主管机关嘛表示讲，会来加强巡逻，嘛要求厂商得爱遵守路线。伫石门水库大汉溪水溪准艇的航道，有6只徛准备往溪口吊桥的方向去，这人无穿救生衫。游艇的业者发现了后，通知保持总队去甲阻挡，引起水上安全的疑虑。当天早上，我们大概2个码头船班有10几艘的船班，都会在那个水域一直上上下下，有可能因为船经过起的那个浪涛，都有可能让他们的船只会翻覆。我们领头的那一个人呢，因为他绕道的关系，所以他就稍微走错了方向，所以就跨越了水域。我们的错。业者承认有疏失，根据了解，是阿母坪水上训练中心承办的业者要做水域的探勘，不过迄天拄好有古船队的比赛。因为惊影响比赛，所以行别条路，无设置走入去准艇的航道。杜准游艇商业工会表示，连续2礼拜有人无设置走入去，甚至真挖进游艇，要求拔水分数都要做好管理，加强相关的一个巡检。如果有遇到所谓的逾越的状况，我们会规范他们在我们指定的水域里面来进行运动。体育局回应讲，目前阿母坪水上运动训练基地是外包经营。工作人员伫做营运进程的准备，虽然之前有向拔水分署提出申请，不过厂商对当地水域也无熟，无设置走入去准艇的航道，会提醒厂商都要遵守合约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中英航空最近伫长程的航线的商务舱推出新的服务，爱空服员伫欢迎的卡片顶头签名，搁再送互人客。有人就向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投诉讲有人客搁甲伊家己的联络方式写伫这张卡片的顶头，问这个空服员讲敢要做伙出去。空服员是认为讲签名这款动作会互人客误会，工会即马嘛拍算要来发起拒绝签名运动。中央航空甲西定林婉路合作，设计3款时数卡片，伫中定航线商务舱作为欢迎旅客的迎宾小卡片，专属服务区域的空服员会亲笔签名。也毋过，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收到投诉，其中一款卡片写着“我心里独存你的影像档已经旧啊，需要更新，爱出示你上新的画面”，真侪摆引起乘客不当联想，甚至回传卡片予空服员，表态想要做朋友。
那签名其实就传递了我们的心意，或者我们对这首诗词的认同感，但空服员并没有这样的想法。那另外后续衍生的困难是，已经有乘客是在后面的小卡上直接签上自己 IG 的账号，然后问主人说，那下班要不要一起去走一走？工会批评在机场营造暧昧氛围，当作行销手段是非常不可取的作为。即日起发起记者活动，中央航空回应，为了提升中程航线商务舱的服务质感。精进服务以人为本，希望借着优美的诗词，向旅客表达欢迎之意。这项服务也得到不少旅客学习。那卡片拢总设计有3款，拢有无同的意见，会当由空服员家己选择任何一张卡片签名给旅客。中央航空也欢迎各界对这项服务表达宝贵意见。我觉得很贴心啊，对呀、那个备受尊重啊，对对对。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对，那很多人的想法，他如果比较狭隘的，或者是说他比较偏的，那他怎么想，我们没办法去影响他嘛。没差啦，喜欢的人就拿，不喜欢的人就算了啦。对诗词卡片引起无同的讨论，诗词作者林婉如也透过面前发声，表示家己的创作无局限是情诗。适用对真久无见面的朋友、真久无见的家人，任何思念说无法度见面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2个机甲服务员唔出面指控讲，有一间长照机构招因加名也唔过本利顺的方式，造成因的权益受到损害。已经有向台中市政府检举，也唔过煞无消无息。台中市的卫生局是表示讲，目前这个事件等个调查。长照假加盟真分包，长照假加盟真分包。手提牌啊抗议，希望防损害权益会当讨得回来。市城市甲王小姐捌做过居家照顾服务员，因指控台中南屯一间私立的长照机构邀请因2个签约加名，骗人讲会当分到更较侪利润。毋过，就要家己负担员工的薪水、劳健保，搁要家己找客户。若实际上因根本就无摕到应该分到的钱，而且长照机构搁用服务牌做理由扣因2个奖金，是一种加盟的形式。但是实质上，我却只是一直在这间长照机构底下工作的一个员工。然后原先我可以领到超多5、6万的薪水，跟他合作之后，我只剩下3、4千块的钱。根据长期照顾服务机构设立许可甲管理办法第18条的规定，私立的长照机构经过许可设立了后，袂当甲全部或者是部分的服务规模委托予别人经营。市城市讲，大概阁有5、6个家宾主唔知影家己犯法，甲一间长照机构签约，所以应该台中市卫生局检举。安那市府表示，今年捌稽查这个机构2届，目前正咧敲进机构甲检举的人互相之间敢是收钱放钱的关系。长期照顾服务机构设立许可及管理办法第18条的规定，就是说，它这个私立长期照顾机构经许可设置后，不得将全部或部分服务规模委托他人经营。我们的部分是会以这部分来做这个厘清。卫生局强调，若准确定毋是骗局的关系，而且佫违法委托别人经营，都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无会罚6万块到30万。若防指控的长照机构目前讲因的承办金无伫，未对外回应。记者尤敏峰、王良涛台中报道。来看新北市有未少学生囡仔，去年底有第一个社群平台普文，讲学校禁止因穿家己的外套，有的学生仔惊寒会阁加穿一领衫，学校嘛要求讲袂当看到这领衫的帽仔。有学生囡仔就整理网络平台的意见，向新北市来订情，也毋过后来这学生仔煞去接到地检署的传票。毋过新北市教育局是讲因无对学生仔提告。经济发展局是讲，因是接到检举，所以目前是依照规定来处理。非常的错愕，想说，奇怪，怎么会就是突然发生了这件事？新北教会证无用名字的社群网站，各种学弟妹对学校各种依用规范的意见，向新北市教育局订情，结果煞收到地检署传票，人煞讲起。多多少少有一些可能老师啊也会进来匿名说，不要以为就是你这样做没有什么法律责任啊，有担心可能会发生这件事，但没有想到会是由新北市政府，那也没有想到会是由公司法这个案由。
大捷庆是去年底用无名字的网站乌贴个别中山股份无限公司，有学生讲学校禁止学生外口穿有限的外套，限制发行才会进行，所以班主启动后汇整资料，向新北市教育局订正，结果半年了后收到新北地检署传票，用这个网站违反公司法为理由，和新北市府来函送。学生主张，这个网站的号名灵感是来自流行乐团的专辑名字，并无盈利。检方也以不实上无股份无限公司，公司将累加理由作出无起诉处分。竟然会因为这样子就认为说，它不符合公司法，然后要把它移送，所以我们也担心说，那是不是未来如果有学生他用这样的粉专来做这样的澄清，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状况，或是不是会有一个寒蝉效应？新北教育局回应，去年底接到学生订正完成多多学校改善后进提过，经发局是接到检举，照规定函送，不过甲这个进程还未做出详细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教师法第4档正修正哦，其中为了要加速处理无适任的老师，教育部是新增加真侪规定。也毋过有教师团体就批评讲，新法实施以来，加速处理无适任教师的目的无达成，颠倒是增加真侪困扰。学校就亲像法院的办案哦，一寡申诉甲冲突是处理未完。双手打着叶布，其实脚头有嘛受伤。桃园一个高中老师和学生攻击，拢是伤痕。桃园市教师会表示，最近就接到4-5件通报，有老师和学生暴力对待。下早理事长陈俊如伫记者会顶头指出，教师法修法了后，颠倒对学校佮老师带来更较重的负担。我们是希望教育现场暴力零容忍，学校也穷尽了所有的办法。他也是请家长带回去管教，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管教他的小孩，所以小孩就直接又丢校门口。教师法伫2019年6月大来修正，为着要处理无适任的教师，不过专教总指出，新法上路以来，若无加紧处理无适任的教师，对教育现场所造成真侪困扰，校园事件多，增加学校处理时间，甚至出现恶乱控诉的案例，学校真困扰。学校不堪其扰，教师法修法之后，校园事件所衍生的很多的一个行政事端，甚至没有办法去解决现场的一个纷扰，然后造成很多的一个困扰。全教总对教育部提出3大建议，包括修法不应该为个案来修法，要有整体思维，学校要先为教师的后盾。提供支持系统，嘛认为要落实亲师合作，和家长负起管教的责任。对此，教育部也无回应。记者林志文、吴家宝台北报道。立法院明仔载要审议房屋税条例修正案哦，目前计共是有21个无同款的版本，因为各地方的税率无相同，有立委就认为讲，就算囤房税2.0实施，对一寡囤房大户影响嘛是真有限。民众党团佮有民间团体就呼吁讲，中央应该要另外订定囤房特别税来解决问题。为了阻挡囤房甲炒房，房屋税条例修正案18就要伫立法院财委会来审议。大家立委虽然拢肯定修法的方向，不过审查的版本有加21个，有落的部分也有真侪爱讨论。不要让很多的有钱人能够有太多的囤房，是希望财政部要支持。而且必须统一由财政部来规定，而不是丢给地方政府去做决定的话。国党团甲立委的版本内底，以立委5亿顶6户以上，就爱扣10%是上界严格。民众党团提案，第10户以上扣10%。不过根据财政部的推算，囤房税2.0推行了后，囤房大户每一年扣的税，敢若增加3500至6500，影响实在有限。人数有多少呢？了不起就是1-2千人而已，而且多了4000块，搞不好还马上再转嫁到房租去，转嫁到房价去，所以基本上真的是没有那么大有实质有效用啊。民间团体为税制合理化的角度，支持囤房税2.0，不过建议透过中央另外定囤房特别税，采取税金扣档税、出租免税的概念，希望把囤房大户的厝会当释放出来，进入税厝的市场。所以我们设计的是，我针对都会区，我设计一个很高的税。可是只要你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出租，你就完全不会被我们课到税。大家囤房税2.0半暝砖头路，天光无半步。20都市改革组织认为讲，中央甲地方都要同齐来进行，才会当阻挡囤房的风气。若无，干那是选情的口号尔。
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超过300万人的税厝，也毋过税厝的市场并无透明，嘛无完整的法规哦。若是发生纠纷哦，一寡厝卡嘛毋知要安怎办。今仔早起，就有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爱提供税厝法律的服务专案来协助民众。厝价悬，未少人根本买袂起。目前全台税厝人口已经超过300万人。根据主计处上新的统计，9月全国房税指数105.52，各创历史新高。除了压力大以外，税厝乌市甲法规无好，也互税厝人面临常常拄着纠纷。民间团体调查就发现，将近3成税厝人捌拄着纠纷。纠纷的税厝人当中，有6成以上的纠纷是以税厝人退让收场。有高达80%以上的租屋族，他只能透过网络自己找答案，跟询问亲友与认识的人来去解决他的租屋纠纷。政府应该要提拨更多的专案预算，来给法扶基金会，来让我们的租屋族获得更大的、更好的保障。那进一步看税厝纠纷的类别，上侪是提前终止作业。另外，像押金的问题、甲收入问题，也是纠纷的主要来源。民间团体表示，虽然今年初通过修法，租赁关系适用消保法，啊，毋过纠纷处理的配套资源，甲即嘛迟迟无衔接完成。亲像像押金、定金、凑现、应接互动这纠纷，拢无伫消保法的规范。内政部虽然委托崔妈妈进行租赁主体税厝的服务，啊，毋过也是袂当牵涉，亲像写法律文件、诉讼定书甲代理，才会更较深入的法律协助。房客如果要能够为自己伸张权益，他就必须要透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可是相较于房东来说，房客其实在经济上面，在社会资源的取得，还有租赁知识经验，其实都相较于房东来说是比较弱势的。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开设税厝法律服务专项，让报办税厝人面对纠纷的时阵，应得到必要的法律协助甲服务。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准备要伫18去以色列访问，哈马斯的卫生部门嘛表示讲，战争爆发以来，目前已经有2750个人死亡，9700个人受伤。后面即马马设领导的空中管道、空运物资要送到加沙地区。另外，美国嘛继续搁有油轮撤侨的行动。消防员的任务是救人，啊，毋过过去10天经抢的大部分拢是死亡。这一天，这群人拢挡袂条路。加沙走廊百姓处境是真歹，抑阁无确定什么时阵会来轰炸。国际社会高度关切，后面宣布要开设人道空中管道。Humanitarian aid for civilians in Gaza to 75 million euros, and we are launching an EU humanitarian air bridge to Gaza through Egypt. The first 2 flights will start this week. They will bring humanitarian goods to Gaza. 美国宣布，总统拜登要伫18访问以色列，因为即马的修正时机真敏感，而且佫提前公布，真罕见也是冒险的选择，被认为是伫安全甲政治上的大挑战。路透社指出，抑佫可能为拜登带来长远的外交利益。相关消息发出的时阵，国务卿布林肯人就伫以色列甲总统纳坦雅胡顶正式对过开会。The president will reaffirm the United States' solidarity with Israel and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its security. He's deployed 2 aircraft carrier groups and other military assets to the region. 因为加沙情势真危险，美国展开撤侨行动，为以色列海法港准备撤侨船只接近赛去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各位其他管道都应该美国。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再来看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一件枪杀案哦，凶手弹死2个瑞典人，佮有1个人受伤。这个枪手伫开枪之前有话讲真主至上。比利时当局认为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嘛甲恐怖威胁对原本的利益提升到上悬的4级哦。目前这个枪手是还未抓到。当地当下举行的欧洲国家杯卡球的资格赛嘛已经先取消了。
警车开入清洁现场，大批警员在场戒备。比利时布鲁塞尔街路发生一件清洁事件，一名枪手穿荧光橄榄色的外套，骑机车身后开几啊枪。有看到人指出，枪手开枪之前，大声喊金主极大。Orange, même je suis encore sous le choc parce qu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assiste à une fusillade comme ça et le gars il criait et à un moment donné moi j'ai entendu juste des coups de feu et je suis resté figé en fait. Je savais pas, je voyais deux personnes courir. 比利时当局将这件枪击案定调是恐怖攻击。一名家己讲是枪手的人，事发了后也伫社群媒体发布影片，讲家己杀害3名瑞典人。警方证实，2名穿瑞典球衫的瑞典公民吊弹身亡，也有一名客人车司机受伤，无生命危险。因为枪击案发生的地点离普安社国王体育场只有5公里，迄当时场内正在进行欧洲国家杯卡球资格赛，瑞典甲比利时的比赛也伫中场休困的时阵被迫取消。Frustrated, confused, scared. I think everyone was quite scared. 因为枪手犹原在逃，警方要求瑞典球迷先留伫球场。迄当时有约35000名的球迷伫球场立几啊点钟，警方当全面追緝在逃的枪手。布鲁塞尔也将恐怖威胁为立即提升到上悬等级的4级。比利时总理德克鲁是伫社群媒体 X 上发文，对这件袭击事件受害家属表达哀悼。公司新闻电话林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桃园的观音一间纸厂，昨下晡5点外着火，因为拢是纸哦，是火是炭甲正紧，加载是无人着伤。另外，昨下半暝，新北市的邦桥有一间铁厝的仓库火烧，造成一个乌巴桑死亡，2个人着伤。新北市邦桥区永丰街一个铁片仓库，昨日半暝11点外，熊熊窜出大火，因为边仔就是警察所辖大楼，就派人紧急疏散。消防人员救出一个行动不方便的受困妇人人，不过已经明显死亡，还有2人砸伤送医。伫昨日下晡，桃园关心的一间纸工厂也传出火警。厂房甲仓库全部一片火海，高高乌烟呛甲天边，互人看甲真着惊。消防人员昨日下晡5点外接到大量报案电话，紧急派出30台消防车抢救。到场时阵，部分的厂房已经全部拢着火。麻烦3大道请草咖分队前出，并派化学车过来巡测收到。该厂房将近15000平方公尺，因为内底囤大量纸甲半成品开导火物件，互大火为下晡烧到暗时，消防人员也扭出真侪条火线，一直拍火，搁伫暗时7点05分将火势控制掉咧。那里面有一颗重油，里面的储存的量大概还有6万公升。所幸在消防人员抢救之下，目前重油槽是有整个守住。好佳在厂房内底无人员受困，详细导火原因甲财务损失，要等火调人员来去调查。不过因为乌烟呛真济，当地机关就呼吁周边的护林、公兴、武辉、大潭里等地区爱注意空气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的公车业者四方公司哦，因为劳资纠纷，有真侪届强减班停赛哦，驾驶嘛对今仔开始罢工。公司是表示讲，因为的成本上过悬哦，因本地就拍算要来缩小规模。市政府是赶紧协调其他业者来斗相共走车，嘛强调讲会来处罚四方公司，嘛无排除甲路权收回来。几若10个四方公司的驾驶来到台中市府，准备要甲资方协商，因指控公司欠因薪水，所以要罢工，争取家己权益。10月5号有发了我们的基本底薪26400块。然后，但是我们所有的奖金的部分，他就通通没有发，他都是用不完整，甚至于是往后递延的方式在发放。四方公司的公车拢挡伫停车场内底，无像普通时啊出车营运。台中市的公车业者四方公司因为欠驾驶薪水，强减班或者是停赛已经有真侪届啊。17开始罢工，未少驾驶表示，公司甲逐个月薪水分做2届来分，不过即马敢若摕到基本薪水，另外一半的绩效变动奖金也未摕到。生活职称拢出现问题，那市府交通局是赶紧应变，请北京业者先来驶四方的路线。
第一个就是路况嘛，然后过来就是站点，你站牌的位置一定要知道，不然就很容易过站不停。市府统计，疏风公司经营13条路线，迄定的车帮是476帮。敢若10月17号出车，就等于讲减少470个车帮。市府要照规定，甲罚235万，卖照公路法，搁甲罚9万。若准伫期限内底无改善，无排除会甲路权全部拢收倒转来。补助款也开始启动了分期的这个给付方式，让他们能够因应相关的短期的金流问题哦。这一块我们还是一样要求资方在收到政府的相关的补助款之后，必须第一时间务必先给付给驾驶薪资。不只是薪资而已，因为还有场站，还有一些租金啊，就不能没有办法完全投入在薪资方面。疏风公司发表声明，讲公司未堪成本的压力，打算要缩小营运的规模，嘛希望市府会当做一届拨补助款。疏风公司讲会赶紧把绩效变动奖金分予驾驶，嘛会甲劳福启动协商。记者林建生台中报道。有华人的民众向立委定情，因不满讲华人客运的服务品质上歹咯，遮尔侪档拢无改善。有立委嘛指出讲，华人客运去年是互劳基法罚上侪前10名，要求相关的单位就应该爱辅导改善，无佮规矩应该甲路权让互别人。今年4月份，华人客运驶伫台11线，因为超速抢紧，发生并车的事故，致使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代志发生了后，交通部等等的单位加强对华人客运的查核甲辅导。不过有华人的民众甲立委定情，批评华人客运服务的品质真歹，这年来拢无改善。也不是说要求要有多高的服务品质，但是就是我遇到的司机就是会很凶，然后会骂人的那种。然后不论是我，就是我算是比较年轻的人，还是长辈，那他就是一上车，然后就会马上踩油门发动。立委指出，华人客运是去年劳基法采罚金额上悬前10大违法的雇主名单之一，先发都罚物件，109年到当已经罚34案，518万。到今年9月为止，采罚的金额已经有到190万。那华人客运的状况，我们未来就是当然是会持续的排查、专案检查。那我们也会请就是华人县那边就是持续就是维持就是现有的检查的一个密度。关罚款缴纳的部分，就是一开始花客都不会如期缴纳，那就是后续我们走行政强制执行的之后呢，花客就会一次把那个金额缴清。立委要求讲，劳动部爱辅导改善华人客运劳动的情形，还佫批评业者是甲交通部的补助提起来罚款。花客大概只剩下3条的一个营运路线，还在效期之内的一个营运许可证哈。那这3条路线基本上大概在明年的4月跟6月也会分别到期哈。那到时候我们也会严格来把关，进行一个花客的营运服务品质一个改善。交通部强调讲，会持续辅导，卖补贴培训驾驶员的经费，透过补充人力来改善超时等等的情形。因立委要求讲，爱甲劳动裁罚列入去补贴的条件，若是无适合，就应该爱甲路权转移予其他业者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全国的运动会山球的比赛17开始，也毋过所传出讲要练习还是比赛的选手，场地费用就爱家己来负担哦。有选手认为讲伤离谱，所以无打算要参加。台南市体育局是表示讲，因为负担费用，所以请选手毋免烦恼。拍山球的选手认真上好出，要赶伫比赛进前来热身。2023年全国运动会山球比赛10月17正式开始，也毋过各县市代表队前一天来看场地的时阵，要落去练习，拢爱家己负担场地的费用，引发争议。上一届在新北市办的时候，那么从练习日到比赛日4天，总共加起来5天，从来没有付过钱。这个选手要缴费才可以下场，我就觉得奇怪了。10几年来从来不是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是生怕影响到选手的心情，好，那这方面我们都告诉选手说，你按照正常的发挥，其他的委员会来处理。退赛有几个县市是有提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以和为贵啦。台南市体育局表示，10月10日开技术会议的时，就代表队反映技术手册顶头无清楚写讲爱租场地，所以收到消息的时阵赶紧来处理，要负担所有的租金。这个求职由我们台南市筹备处这边来负担不需要让来参加的同学的这个选手呢负担这样的费用。
英国全国运动会山球比赛是由承办的县市负担选手伫比赛期间所有的费用。体育局这回照往例办理，场地租金差不多100万，5万选手会当安心比赛，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位伫落水溪旧的行水区有一个1公斤半的空地，本地拢是垃圾，是真垃圾。云林县政府去年8月开始开4000多万来整理，结合在地武术、生态甲环保的概念来设计这个空间嘛受到今年国家设计奖、美国设计奖等3大奖的肯定。咱做伙来看卖。西里生活武术公园四周围拢种满各种花草甲树仔。伫公园中心有生态池、宽横步道等等。这块面积1.5公顷的公园，伫咧落水溪的巨型水区，原本是坑废弃物的所在。去年8月份，云林县府投入4000多万整顿，最近才完工启用。广植了大量的一个植栽哈，那包括一些建材也使用了一些再生的一些材质，来符合目前的一个环保需求啊。那而且整个园区的一个设计也得到美国 Muse 的一个大奖的一个设计。让人继续维持，不然一开幕现在是很漂亮，但是没有人维护的话，就是一样，就是可能会被荒废啊。云林县环保局表示，生活武术公园结合西里在地七坎武术文化，利用环保材质打造装置艺术，以生态永续的概念来起造环保公园。除了是休闲的所在，未来也会是传承武术上好的场所。7楼7杆武术师傅努力很久的一个梦想，那今天终于能够在这边实现。未来有关研习、教学、展演，我们都会利用这个场所。这10档拢无人教，因为台湾无这个物件呀，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场所，利用这个信仰，安尼有已经开始咧教。环保局讲，生活武术公园以生态、文化和环保概念设计，摕到2023年的国家独活设计奖、美国 Muse 设计奖和 Titan 第3奖。要甲过去垃圾的所在转型做落水溪边仔观光景点，吸引更较侪人来遮佚佗。记者王雄云林报道。台湾有真侪国校因为少子化，学生是愈来愈少，一寡偏乡的国校嘛可能就要关门。咱来看伫屏东垦丁国小的鹅銮分校虽然人数敢若40来个学生，也毋过因为才有冲泳、唱水跟课程，所以有真侪家长嘛是愿意甲囡仔送来遮读册。伫面镜囡仔伫海内底练习下场，看起来亲像夏令营的活动。说是屏东垦丁国小鹅銮分校正规课程，唱水沙坡顶全国独有的教程，互袂少家长愿意每天来回40公里，将囡仔送来这间学生达有46人的偏乡国小分校上课。垦丁国小鹅銮分校其实是位于全台湾最南端的地方。那这些越区的家长呢，其实来我们这边都非常的远，每天来回2趟接送，就要花掉他们将近1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些家长真的非常的辛苦。就伫咧真侪国小受少子化冲击，学生人数愈来愈少的时阵，垦丁国小鹅銮分校靠着特色课程跳出困境。后来接近半数囡仔来自学区外，毋拿罕有课程，垦管处人员介绍绿溪生态，透过实地体验甲上课，互囡仔更较了解恒春半岛的海陆生态。很多校外教学，就是哪方面的？潜水或是去别的地方过夜什么的。功课比较少，不然在台北都6样，有时候10样。囡仔伫水底甲海龟做伙游泳观察选学，搁伫海底捡粪扫净海。囡仔伫耍水的过程当中学习接近大海、甲海共存。学校透过特别的海洋课程，和保育的观念对细汉开始，嘛为海洋永续尽一份心力。记者陈焕武、柯正准屏东报道。10月18是世界更年期的关怀日。台湾妇产科医学会指出讲，平均3个女性都有有骨质寒少的症头，尤其是40-50岁以上的查某人有真侪拢有这款症头。伫咧更年期的时阵，妇女定会因为女性荷尔蒙减少，出现身体甲心理上的症状，比如高流汗、骨头酸软、心情郁卒等等，可能就是更年期所引起的。台湾妇女科医学会特别提醒女性，尤其爱注意骨质疏松，因为这种症头普通时也无症状，变若有症状就真严重。严重者一个坐落去的骨质，就是因为骨头伤怕，无法度承载外力的冲击。停经之后，骨头保不住你的骨质的密度，所以
你就容易跌倒，跌倒之后就容易骨折。老年人做这个核心训练可以降低他骨折、骨松的比例了哈。医学会指出，平均3个女性内底都有一个有骨质疏松，尤其40岁到50岁以后的女性，上接有一个镜头比着癌的几率更较悬，会使讲是无啥杀手。另外，国健署副署长也指出，女性嘛因为经年期雌激素减少，脂肪代谢出现障碍，引起一寡心血管疾病。更年期的阶段，当然就是卵巢功能退化，雌激素分泌降低以后，就会导致可能血脂升高。45岁以上女性朋友跟19到44岁女性朋友的血压、血糖、血脂这3项的盛行率都高于1到2倍左右。为着济济妇女的健康，10月18日的世界更年期关怀日，国健署会伫各县市举办卫教活动，现场会请医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来教女性朋友安怎面对更年期的各种症状。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婚姻的死哦，正真侪番麦叶啊是当做啥物咧？有老师哦，伫教社区的时段，利用拍打的番麦叶啊来做帽啊，是真特别哦，佮真环保。咱做伙来看卖。甲轨道顶已经拍打的番麦叶啊，一束一束放做伙。社区的时段真认真咧整理。云林市湖乡的落地据点安排课程，请老师来教大家安怎利用这番麦叶来做一顶美丽的帽啊。第一摆做着，感觉做这哦，足趣味。我喷哦，只有酒精，啊不喷就有咧，足水的。我们爱做啊。爱石头，爱种桃啊！大家照老师的指示，一步一步慢慢啊完成。经过这届体验，才知影原来平常时啊咧食的番麦无爱叶啊，甲下一寡功夫，嘛会当变做装台配件。伊一定要有够干，较袂生菇，吼。啊，即马咱就是爱用酒精甲伊喷软化伊的纤维，吼。啊，再用挖刀甲伊挖好平，吼。然后我有拍一个板仔，再去甲伊请过去，安尼会较坚固啦。啊，用起来吼嘛较实在，啊，佮较水安尼。我们就是用这些比较特别的东西，然后就收到那个政府委员的肯定，所以我们就是被列为今年的特色据点。透过趣味的课程，时段毋但会当动头脑，搁通动手做。除了发扬环保的概念，嘛加学到一项手路。记者综合报道。在日本时代，1921年，台湾的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推广台湾意识哦，影响是真深。文化部在2021年设文协奖奖2档办一届。今年哦，秀琴歌戏团的团长张秀琴、陈定波基金会董事长陈立碧、台北保安宫的董事长廖武智等，计共有15个对台湾文化有贡献的人士得奖。透早8点来装台啊，装台来点外搁彩排啦，啊来彩排了，妈妈卖骨牙咧搁化，因大家落去排椅啊啦，椅啊那起来搁化妆啊。搬歌戏互人看背后的准备是真热烈。自国校3年就开始学戏的张秀琴，1986年成立秀琴歌剧团，一年搬200多场，佮参与社区工作，注心传承歌戏文化。台顶啊唱到大马啦、7里啊、10年啊，就感觉讲这种物件真正足水的，爱上歌仔戏，所以一做落到即马50年啊，佮继续要佮做。有陈定波基金会的董事长陈立碧，伊也是陈定波的孙，伊注心推广台湾日本战后时代的画家陈定波的画作，让大众认识台湾这片土地的过去。想去了解台湾何去何从，台湾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台湾人如何定位自己？那首先，台湾就必须了解这个岛屿的身世。台湾文化协会是日本时代由台湾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推广台湾的文化甲本体意识。文化部伫2001年文协8年创立文协奖奖，感谢推广台湾文化的人士。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们乐于做世界公民，都是在那个年代提出了文化协会的精神应该被传承。唔但张秀琴加陈立碧，还有台北保安宫董事长廖武智，推动关注民文化的第责任。伊考过认捌台湾文化的庄锦华拢得奖。文化部表示，今年头起先有224个由各界推荐的文化推广人士，落尾拣出15个来自各界的文化守护者得到文协奖奖。
记者温条水台北报道。经典的文学作品《小王子》伫全球拢有真侪美奖。伫阿根廷的北部有一座1888年起的有100年历史的圣卡洛斯城堡哦，互看作是《小王子》的作者创造的灵感来源。真大的城堡砖垣当中，徛一个白色雕像，亲像一粒星球的造型顶悬，还有一个看起来身姿优丽查甫人。这伫阿根廷北部的圣卡洛斯城堡，互外界看作是经典文学《小王子》的灵感来源。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el escritor del libro El Principito, para que la gente lo pueda conocer. Volando exactamente por aquí arriba, tiene un problema de motor su avión y se ve obligado a aterrizar en un campo colindante aquí al Parque San Carlos, donde 1943年出版的经典文学《小王子》是法国飞行员兼作家圣修伯里所写的。伊捌伫1939年所写的自传散文《风沙星辰》当中，想起1935年的时阵，紧急迫降伫离阿根廷首都400公里远的乌拉圭河河边，发现圣卡洛斯城堡，就安尼开始一段亲像伫动画世界中的生活。Castillo, como así le decimos los concordienses, vivía esta familia de franceses, la familia Fouche-Vallon, y dos niñas que vivían aquí le salen al encuentro cuando él tiene ese accidente y le hablan en su lengua natal, lo cual para él le fue muy novedoso. 这圣卡洛斯城堡是迄时阵一个法国银行家的后生，伫1888年起的。虽然城堡感觉有点化旧，不过伫圣修伯里眼中，却是世界充满惊奇梦幻，特别是两个住伫遮的查某囡仔饲袂少动物，除了狗啊、甲鸟啊，还有狐狸、狗等其他动物。伫小王子的册中讲到小王子拄到的角色，都有一条蛇甲一只狐狸，也被后来人认为是迄个时阵伊的生活经验。目前这本册已经翻译300多种语言，伫全球流传。不过，圣卡洛斯城堡因为经过1938年一场大火，甲数十年来真侪摆抢劫了后，即2014年互当地康克迪亚市市政府收回管理。内底27个房间，即马分别展示甲小王子这本册有关的话、册甲创作作品、公司新闻、电视等变形。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